我哋會繼續管理住個國家，直到我哋可以安全、妥當同審慎嘅交接權力嘅時候。所以我哋唔想俾其他人入嚟接手，否則就會重蹈過去咁多年嘅一樣嘅情況。所以我哋會繼續管理住個國家，直到我哋可以安全、妥當同埋審慎嘅交接權力嘅時候，而且一定要審慎，因為呢個就係我哋一直堅持嘅原則。大家都知委內瑞拉嘅石油生意已經衰咗好耐，完全唔掂。佢哋而家抽咗石油，根本同佢哋本來可以抽到嘅量比差天共地，完全發揮唔到應有嘅潛力。我哋美國最大型嘅石油公司，全球最大嗰啲，我哋會入去投資，投入幾十億美金，修復而家殘破不堪嘅石油基建，協助個國家開始賺錢。美國治理國家意味住美國部隊會部署到地面咩？咁具體嗰個點操作呢？你知佢哋總係話要腳踏實地，所以如果需要嘅話，我哋並唔害怕派遣地面部隊。尋晚我哋派出咗大量人員到現場，而且人數非常多，我哋並唔害怕，我哋並不介意講出嚟，但係我哋會確保嗰個國家運轉良好。我哋做呢啲唔係白費心機。呢個呢次係一個好危險嘅襲擊，呢次襲擊本來可以變得非常非常嚴重。